第25題，咁我哋會作啲點去做啦。咁啊，一開始咧，我哋作晒啲 x、y intercept 先。咁啊，例如呢個01啦、10啦、-10啦，咁其實就差唔多計到㗎啦。咁啊，將01代上去 a 乘0加 b 乘1等於1。a 乘0係嘥時間嘅，即係 b 係1。再將-10都代上去呢度 a 乘-1加 b 乘0等於1。b 乘0係嘥時間嘅，-a 等於1。即係 a 等於-1，咁然之後去到另一條線啦，01代上去 c 乘0加 d 乘1等於1。c 乘0係嘥時間嘅，即係 d 係都要1。再將10代上去 c 乘1加 d 乘0等於1。d 乘0係嘥時間嘅，即係 c 係1。OK， 搞掂。b、c、d 都係1。a 係-1，-1細過0梗係啱啦，1大過0啱啦。b 同 d 都係1，所以佢哋一樣係啱嘅。答案咧應該就係度啦。記住呢個方法，代晒啲 x、y intercept，作個點俾佢 make sense 咁作就得㗎啦。跟住咧放上去啲式度去 solve 嗰啲 a、b、c、d 出嚟。